统三合院红砖屋瓦，桃园新屋的范江古厝名列3级古迹。咸丰5年起建，建材全来自福建厦门，轰动乡里何等气派，整个地区还以此为名。很多附近的人都来看，建筑非常庄严美丽，所以他说：“那跨新厝，那跨新厝。”而范江这个复姓也是在百家姓外自创一姓，源自祖先饮水思源的孝顺心意。受了江童英的这个宠爱，成家立业，把这5个小孩子，把这个江姓的养育之恩放在范姓的下面，所以从那5个兄弟开始，就有范江姓氏的一个存在。可以说，新屋是台湾范江宗亲之源，开枝散叶的后人，每逢春秋祭祖，上万人回乡，盛况空前。那人山人海，这个新屋街上都塞车。还保留着的古厝有5栋，第5栋范江祖堂最大，屋檐两端向上翘起的燕尾标志，是客式建筑的经典，更是种身份象征。燕尾出现，表示这个家族不管哪一个家族，一定有去秀才。意义深远的还有这块门前石，这是五福临门，蝙蝠一样的形状，有5个。老古厝提醒着后人溯源追远，莫忘当年范江5兄弟齐心开垦的团结心。对，而其他4栋也在附近吗？也在附近，都在附近。我应用也好，要怎么去？我带你都过去了。理事长说我带你过去。来，跟我们陆续走访了很多的客家古厝，却发现这个非常特别。从梁悬挂下来的一个香炉，它其实祭拜3界爷，拜天、拜地、拜水，提醒着范江子孙不只是要慎终追远而已，对于天地万物要永葆崇敬之心。我应用的好，爱单唔高兴；我应用的好，爱单唔高兴。